嘿，各位大家好，我是王闪 Q，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Q 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Apple Music 这个苹果已经推出了5年的产品，究竟能不能满足我日常的听歌需求？好，那么首先呢，我现在说一下，我目前正在主要使用的软体是网易云音乐配上 YouTube Music， 然后以及如果说他们两个地方都是没有音乐的，那我会去 iTunes 商店或者是一些其他卖歌的平台上面，购买单曲嘛。那我最早听说这个 Apple Music 这个项目呢，是在2017年，因为那时候我刚换 iPhone X 嘛，然后刚好可以使用他们的一个免费试用。那么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呢，它1个月只需要不到$2的价格，以及大学生只要不到$1的价格，就可以使用它的一个完整的服务，对我的诱惑力还真的蛮大的。但是当我转到 Apple Music 的时候，其实真的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而且这些差别呢，对我的影响还蛮大的。那么首先呢，是因为2017年了，所以当时的我是真的蛮喜欢听那种中文原创歌曲的，譬如说那种千丝夏之类的。那么当时的 Apple Music 可能是真的没有这个歌曲库的，所以说是真的很烦了。但是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最大的，我是可以从别的平台上面把歌曲导入进去，也是可以听的。但是下面一个问题是真的决定我是否留在 Apple Music 最大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软体那时候是没有配备歌词的。也就是说，苹果这个美国本土公司，它想在中国大陆运营它的一个音乐嘛，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大陆的用户来说，真的为什么听歌没有歌词？也就是说，我们想边听歌边唱歌，但是没有歌词，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么当时的苹果呢，其实也是跟 Spotify 一样就是你要去看这个歌词，就必须去那个 Music Match 这个软体里面去听它那边的歌词，然后2个软体做一个联动，就感觉为什么要这样子，就很怪。那其实2个软体联动其实也还好啦，但是你说没有 bug 吗？确实是有的。就像我有一段时间也在用 Spotify， 但是我用 Spotify 的时候，我去那个 Music Match 这个软体里面进行联动的时候，它有时候就连不到的时候就没有歌词会给你显现出来，就心里面就一阵挣扎。为什么我花的钱比网易云多，但是我享受到的服务却是这个样子的？也就是因为歌词这个最大的痛点了，我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适应，到最后呢，我是没有去续费这个 Apple Music。那么在2020年的今天呢， Apple Music 经历了苹果一代又一代的打磨，那么歌词以及曲库呢，真的有了质的飞跃，加上我个人现在的一个听歌爱好也是转变了嘛，所以现在的 Apple Music 究竟适不适合我的一个日常使用？那么首先对于平台资源来说，如果你是 Android 手机，现在呢已经是可以从 Google Play 上面下载这个软体来使用了。那么再来，如果你是一个 PC 用户，而且不太喜欢下载这个 iTunes 这个软体，你也是可以直接去网页端进行一个收听，这就非常方便。如果你是 iPhone、Mac 或者是 iPad 的用户，那就更不用说了，完美支援你所有的设备。好，那么我们首先打开这个 Apple Music 这个程式，我们来看一下。那因为我现在蛮喜欢听欧美歌曲的嘛，那现在呢，我就来先搜寻一个我唯一能记得住名字的乐队吧。Maroon 5， 好，它的歌曲都出来了，然后再来呢，我要先测试一下它那个歌词嘛，所以我先看一下，有一首2014年的，那看看它有没有歌词吧。可以看到
Apple 现在这个画面是真的蛮好看的，真的是可以跟那个 Spotify 的那个 MV 来做一个比较了。但是如果你说哪一个更加好看的话，其实我个人啊，还是更加偏向于 Spotify 那种 MV 的画面，因为那种感触会更深一点。但是因为鉴于 Apple 有这个歌词了，所以我这里给 Apple 高于 Spotify 的一个评价吧。好，那么再来，我们现在搜寻一下这个一些别的中文歌手吧，比如我最喜欢的一个歌手叫做黄明志，看一下。这个网络有点问题。OK， 那么因为网络问题，所以我刚才发了一会儿呆，看一下黄明志的歌曲它有多少。对于我来说呢，以我最了解的他那个2017年的亚洲通吃来说，好的，漂亮，他有一首歌没有了。那么结果就是他应该是跟网易云音乐的歌曲是差不多的。那么如果你们听过他的歌，就知道2017年他那首，你懂的。好，那么再来，我们现在搜一下一些比较老的歌星吧。首先，刘德华。这个网络真的是啊，看样子还是挺全的。但是我记得我当时搜的时候是没有那种叫那个世界第一等的，他现在好像也好像没有哎。果然是没有的。那去掉刘德华看一下，只有500的版权，它是没有刘德华那个世界第一等的版权。好了，那么没差了，那不然的话我就把这个导进去就可以。那么再来张学友。好啊，也是有很多歌曲啊，应该不会像那个 QQ 音乐或者是网易云他们两个版权那么分散吧。那么其实 Apple Music 对于 ACG 来说，或者是日语歌曲来说，其实是蛮少的。那么我们就譬如说要搜寻一首叫做2020东京应援曲嘛 ，Paprika， 我们现在看一下 ，Paprika， 这里有 Paprika， 它只有这个背景音乐啊，就是跟 Spotify 一样，就是没有那种原唱的。但是这个的话，在网易云音乐上面是有米津玄师就是唱的那个版本的。那么所以说，对于日语歌曲来说，Apple Music 真的是蛮少的。好，那么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吧。Apple Music 现在呢，已经是确实可以满足我的一个听歌需求。如果说像刘德华那种世界第一等是没有的话，我是可以使用其他平台或者是直接购买单曲的形式导入到我的手机里面再去听的。所以说可能我会在几个月之后吧，开始进行一个转换平台的一个工作。因为我的网易云黑胶会员才是今年刚刚开的嘛，所以虽然说不多，但是再怎么说也是白花花的银子吧，所以还是要再体验几个月。好了，那本期影片呢到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点击订阅，还有按赞，还有分享。B 站小伙伴们还可以点击收藏以及投币。对了，右边呢是我的其他账户平台，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那我们下期见，拜拜。Focus.